到了礼拜六嘅比赛比东用班。我这面特欢喜咧，前面我就得到总冠军。哦，我哋我初步早晨来运通家下又顺晒看，两片分数差唔多，我看到千紧张。不过请打上报名有事情，我都冇看下伊嘅。冇要紧啦，大帮唔过来人，我就加油。这比赛啊，真运动精彩呢，我一下想起来啊，心肝系去抱抱表。我有看啊，唔介意打到千好啊，平常时嘅实力都要发挥出来。用到吼前期专业呢，你都经过去报名，报好来哦，谁都有跟练习，还是在千皮风云呢。冇错啊，我当中伊嘅练习到比赛也在过程啊，我知道啊，有付出有回报係件當好嘅事情，也真係我非常難忘嘅比賽呢。係哦，啊，你條嘅吹吼，你喺參加係要比賽冇？我哋位教練有講話做得歇困一段時間，因為呢年代又愛比賽咧，可能歇困一下又會繼續上網打兵咧，又繼續練習。不過話一禮拜冇看到我吹油，證明有啲想念佢哋咧呢。但我都相信，你老吹油呢，因為跳呀都強下，你哋嘅感情天操變到搶不抗人強樣。係啊。你哋那時喺度比賽啊，我爭落去探班。唔是的啦，早啲來啦，不過呢唔是帶東西的啦，愛用貼牌寫的啦。人都變係是你嘅呢，人氣要鬆鬆困困。好啦，錯誒，要報名音樂壇嘅法通冇？要報名啦，不過我有一件事情動手。你係想乜嘅事情啊？我一下都好有閒，做嚟討論一下。其實吼，做嚟講，我雖然有報名，不過大擺去抽水家下吼，我都抽到吼又慢，又跳唔過去，唔到用夾實。因為愛用上咯，輕輕對自家太冇信心咧。你人講冇唔錯，不過大擺去抽水家下吼，騙人呢都抽過去咧，我喺度動往你一抽，我實在感覺係唔係莫參加比賽也好。我睇起來啊，應該係個你抽嘅車，唔過呢，你就係比拼下慢啲嘅，每次都會冇要緊啊。抽水一件事情，又唔係愛老拼人比，愛對自家有信心，係愛挑戰自家。好啦，你講得有道理咧，老自家比，對自家有信心，莫老拼人比。冇唔錯啊！有機會，你咩做嚟強下來練習抽水啊？雖然啊，我咩唔係專業嘅，不過呢，我做嚟讓人分享我嘅經驗哦。好啊，我梗唔係專業講啊。好啦，拜託你，麻煩你哦。冇問題啊！你要一禮拜五啊，強下來練習抽水啊，做好今日係了解較強爽。做得，你夾約下時間。好啊好啊。好。好，唔知大家聽踢過後啊，看踢過後啊，唔會知道非常謙卑，嗰度去準備比賽、打熱練習嗰度人，尤其係運動員喎。真嘅啦，為到去呈現本大家唔會後悔嘅成果，唔會後悔嘅結果，真唔會通踢當到嘅時間，去花踢千多嘅時間去準備，係個為到去達成目標。可能會帶來當多嘅煩惱。我知道咧，你就啦學好合法教養，對一開始我以配嗰條當唔知道當無聊嘅單詞，開始慢慢地配，唔過咧，真嘅話留精神，好 ，OK， 大好精神，嚇，我要神氣到誒，慢慢嚟練習，一步一步向前行向前。多時節真嘅上場架下，你就做得講到動物了咯。稍來向下來學習吧，然後比賽相關嘅詞彙。第一隻就係華語講嘅比賽，客家用版型來講嘅就係比賽。比賽，來看一下佢嘅禮拜六的比賽結果如何啊？拜六嘅比賽，比到樣板。拜六嘅比賽，比到樣板，比得如何嘛？所以就會結果樣板型嘛。拜六嘅比賽，比到樣板啊，你咪做啲飛機哦。好，下輩來看一下，哇！翻譯講冠軍啊，冠軍客家係樣板型講，就係冠軍。冠軍，你平常時假是第一名啊，唔單止係冠軍呢種講法，冠軍可能係比賽有冠軍、亞軍、
季军、然后天军那种讲法以外呢，平常时的比赛可能还会有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这种讲法。给第1名合法平常韩文用白言讲就係大头名，咪分享俾大家来参考一下，来看一下下輩學到嘅記憶。我們最後得到總冠軍，捱到親密得到總冠軍。捱到親密得到總冠軍，來聽下男士煙係用白形容講哦。捱到親密得到總冠軍，捱到親密得到總冠軍。好，嘅兩句去做得用捱家下補充誒，唔係做得講捱到親密大頭名，我們最後達到第1名，呢種嘅講法吼。下輩比賽時間嘛。來來去去，天差我要乜嘅東西我要檢查咧，就係分數。分數合法用白言講，就係分數。分數來看一下記哦，兩邊的分數差不多哦。比賽來來去去，一下捱多1分，一下捱要停上來，捱要加1分，安尼差不多嘅情況。合法用白言講咧，兩片分數差唔多，兩片分數差唔多。哦，真嘅不能知道，非常緊張，非常着急，錯冇啊！個下輩來看一下，因為老爺支持嘅團隊、支持嘅球員，本意講一聲鼓勵嘅話，哪條話做嚟講啊？哪條指揮嘅？你反言會先講加油，合法用白言講咧，就係加油，加油。跟你聽錯會老加油未？加油哦，加油哦！為人嘅球隊，為人嘅好朋友，為人支持嘅球員來加油。好，看一下第8學到嘅記憶，感謝你過來幫我們加油。大幫過來老捱到加油，大幫過來老捱到加油。來聽下男士煙係用白言講哦。大幫過來同捱到加油，大幫過來同捱到加油。好，下輩愛學嘅詞彙係乜嘅？你愛去參加當到嘅我輩嘅比賽，跟聽錯。愛先去老主辦單位做哪條事情，做哪一項事情呢？就係報名嘛。嘅報名合法用白言講嘅，報名，報名，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嘅下輩來看一下第8度講到嘅記憶係哪一句？你有報名日月潭的活動嗎？嘅當年大家就知嘛，當年當出名嘅法通就係日月潭嘅大家球水比賽嘅法通。你有報名日月潭嘅法通冇？你有報名日月潭嘅法通冇？來睇下男士煙係用白言來講哦。唔要報名日月潭嘅法通冇？唔要報名日月潭嘅法通冇？我記得哦，日月潭呢3隻字冇發音，聽錯會慢慢來，天天嘅念老師咬來爭，咬來標準，爭咗你本人聽得清楚哦。嗰一擺要報名日月潭嘅法通冇？大家可能當年就會去日月潭來抽水哦。好。好多按多詞彙，唔知大家要記得幾多咧？運動真係係對身體當好嘅事情，要保持運動呢種習慣，其實冇簡單，要規劃好勢。係我從頭來保持，要有耐心嘅，希望大家做得堅持下去。喺講青島，讓人強下來運動嘅牌，聽錯做得本人堅持下去，嘅最尾前面呢就伴大家向下來複習下，今日學到嘅合法，聽在記得哦，唔是講按多嗬，下輩向下來看一下，今日學到嘅那條詞彙，留記咗了。